要控制糖尿病，恒常嘅運動習慣絕對唔可以缺少。帶氧運動包括急步行、緩步跑同埋游水等，都可以促進心肺功能。而無氧運動亦都有幫助提升肌肉嘅力量同埋耐力，同時促進新陳代謝。配合帶氧運動就可以更有效咁樣控制體重，穩定血糖水平。其實做運動都可以好簡單㗎，亦都可以隨時隨地咁進行。今日會教大家3式簡單嘅家居控糖運動，等大家平時喺屋企都可以輕鬆達成運動目標。首先，我哋需要一張凳，坐好之後，雙手撳住膝頭哥借力，雙腳發力，起身至企直，腰背挺直。手再撳住膝頭哥借力，慢慢坐翻低。呢個動作重複做10次。如果想挑戰難度，不妨試下無影凳板啦。首先將雙手合實擺喺心口前面，然後做出深蹲嘅凌空坐姿，再雙腳發力，慢慢企直。今次需要一對入滿水嘅水樽。首先雙手握實水樽，屈曲手臂，一隻腳向外踏一步，並用腳尖輕碰地面。跟住慢慢放低水樽至手踭微曲，同時踏返原位。雙腳拍埋，完成後可以再做另外一邊，左右輪流做。合共20下。進階版，我哋改為慢慢舉高雙手，水樽喺頭頂上輕碰，然後分開，雙手回到膊頭水平位置。記得雙腳都要左右輪流向外踏。最後一式需要一條長毛巾。先將毛巾拉直，慢慢抬高手臂至膊頭水平位置，同時其中一隻腳向後踏，用腳尖輕碰地面，前腳屈膝將重心壓低，之後前腳發力將重心升高，後腳踏返去原本嘅地方，雙手同時慢慢放低，左右腳輪流做20下。進階版可以將毛巾抬高至頭頂，前腳屈膝90度。以上一連3個動作，建議每日連續做5去到10組，視乎你自己嘅能力同埋身體狀況而定。每星期可以做5去到6次，配合埋步行、家務等等嘅其他日常體力活動，對控制糖尿病會有好大嘅幫助㗎。現時政府資助嘅慢病共治計劃，為合資格人士提供糖尿病、高血壓篩查同埋治理，協力統籌支援嘅地區康健中心或者康健站。除咗為你制定全面嘅健康管理方案，亦會提供多元化嘅健康班組、活動及講座，幫助大家建立健康生活模式。想了解更多慢病共治計劃嘅資訊，可以掃呢一個 QR code， 或者登入以下嘅網址。早發現，早治理，事不宜遲，大家快啲登記啦！